家嘅每家就要做到東灣好嘅，其實佢借咗土地咗，借咗土地嚟借佢嘢嘅，佢嘢仲亦佢夾咗又開住部佢哋巴嗬，或者就是幾有個數，因為佢數呢，或者都可以，一個每家呢喺度談嘅男朋友，但是呢男朋友呢做東灣好嘅照辦。你男朋友根本是講嘅，睇下你下卡嘅，但是你下你還有嘢呢啲嘢冇做緊嘅嘛，或者只好對嗰類照，等你要代一個幾多定，那代一個幾多定，你吹回你哈，你嘅鬼股賠你冇啦，吼，就是個你男朋友都白嘛，後尾呢啲鬼股白賠你，啊，一個股白賠呢啲個白你去卡冇啦，吼，一個對你去卡，你走嘅厝呢是要鬧嘅，那是鬧比較鬧，那是你菜館各個面中哦，佢哋好好。三面菜館、四面菜館，但是咁就是個厝比較老呢，也咁加到一做啲款要老嗬。一個厝呢就落去看呢是相當之好嘅，後尾呢就有日有日呢而家ทั้ง朋友啊，就是以後可能讀到學到有啲同學呢是本格，星期六、星期日嘅一個是拍電話嘅嗱，嗬個有揾邊個嚟出招嘅咧，都係歐國嗰邊嗱，因為而家都後門一個後門嗰個歐國嗰邊呢，可能係比較貴咗嗱。一個呢，有一個朋友呢個睇姑婆之家出嘅吹嘅照咯，聽面咯，嗬，吹照呢都有個廣嘅大。後尾呢，而家講嘅男朋友，一去過嗰邊對嘅等我，一去吹照，一個吹照呢吹得比較滑啦，也差不多可能嘅吹到12點啲烏都啦，或者12點左右啦。一個呢，而家個吹照係差不多，啲小都有啦，冇太好，因為男朋友現在咁做辦嘛，那辦個都被其他家伙揾邊嘛，咁大家聽面嘅鬼開門咧，一時期冇覺得來嘛，嗬。有個呢仲比較多哟，那是專門呢隻個又把佢嘅班對嘢啦，本人對嗰面嗬，畢竟對我嚟話多都也開到，那吹照呢條真係也冇絲毫。有個呢而是小到個，如果等我呢佢咗班啦，就睇咩啲好啊嗱，嗬，但係你其實佢撐啦都也冇講啊幾大啦，畢竟人佢班嘅啦，你冇其實諗唔過啦嗬。有個呢而是講嘅男朋友佢嘅，等我佢嘅班嘅，即係佢對班咯。後尾呢而家又是話到做都免咗嘅，那是下後邊條大。即係做搞啊，睇面出個嗱嗬，一個呢就講嘅男朋友佢搶正嘅嘢，有錘啊，佢對我冇便利店呢，透過嘅嘢改做米冇啦嗬，一個呢搶好股咧，好唔容易一對就一扛，一個呢就佢冇嘢改做米咯，改做米對呢就做個板釘，鋪嗰個板釘呢不確是好奇怪嘅，呢個板。這個一樓是好垮好怪嘅，但是你可能是能做小啲嘅度，能種打鐵嘅，佢哋咁一樓推到一二樓，那再可以再點推到一個板嘅，所以個一個板呢就能不同板只冇一有咁曲，一個呢而且佢嗰個板而且咁曲嗰個板可能睇嚟就冇絲毫嗰種係陰陰溜清淺啊，佢呢個配種氣啊。但是呢以後呢隻感覺是不是吹照都嚟嘅，每代嘅嗬，只也不是好在呢，因為吹啲嘅比較在啊嗱嗬，畢竟吹過鏡頭照嘅啦，佢哋能有呢個興趣，哪時從就佢夾啊，聽明白啦嗬。一個呢隻褲對咗嘅板，褲嗰個板嘅呢，一個板會有成都窗外，會有成最硬絲夠有愛，會攞成夠有益處性愛。以後呢啲吹照都嚟做咩佢做佢夾啦，即係冇長一益處性愛，就長一個硬絲啲塊愛，呢個硬絲塊啲長會做。一個呢男朋友哈，啲其實就是梳啊，即係沖涼湯面啊嗬。一個呢就做一個益處性愛彈幕，做咗益處性愛彈幕佢向吹回去愛啲長，一個一搖記一聲愛呢最硬絲嘅。這個有準備咗開氣啊，聽面啊，嗬，即係個一回，我話唔錯面啊嘛，睇下邊揸到如果坐佢夾咧，一個人啲出嚟調下就一個，我咗開氣嗰個嗬，聽面即係夾嘅咧，即係我搶一面，一個人啲開嚿對而更埋都呢開夾呢啲已經出數啦，而家男朋友開呢是卡潮度，而開始開咗錯話，後尾呢而呢拜一成其實是講緊男朋友對數開到嚟，而開到嚟啲潮人感覺未想清楚，我有個你嘅搶硬絲就企咗冇多多，加多多，開到100幾100一直頂喺度，也就是個有感覺，一個解差嘅內褲，解差嘅內褲，等下就是照顧頭嗱，嗬，那開個貴正頭，能夠起來，而且感覺頭來相當，我少相當貼，後尾呢照顧頭，但是呢住宅吹照呢，從來就冇咗人嘅，冇一個頭啊，等面嗬，一個當時啲人冇少好在這個。是吹照在啦麼吓，哇做仔吹3班嘅，等呢就2度冇睇就冇 L 啲褲，喺度吹攞半批照就 L 咯，嗬，八奇怪咗咁強啦，一個就照顧 L 對呢執落開咗就迷迷糊糊就開然後而把一個咪拋佢都扭下喎嗱，一個就執落開咯呢就裝盲咁咩咧，盲到一個硬手咗呢嘅，
一直加大就見呢就前一下，我會頭前而至頭走，頭前而至頭走，你做嘅要忙做的相當多。我會喺忙中嘅面呢個見就過到啊，咁啊頭刷落去，把頭刷落去，一直搞白搞漸漸嘅多啊，搶行啲就其實個話好假啦，成日冇到多見到錢，跟住都忙中嘅提前呢先咩嗰個字，唔知嘢個字。一個字迷迷糊糊就開呢啲啊，差嘅啦，提子啊攰啊，嗬啲啊，準備出北對嘅，係後門啊，俾啦，嗬。一個呢而至近一遊呢啲啊，拍茶對個後門，拍茶都了種呢，出回是一直開遊嘅，從而家佢數呢，mặc一直佢數啫啦。咁佢頭啲有個頭就梗係潮就辣嘅，一個呢而至打茶對咗了種，一直開遊。一個一直開遊就搞一個誒出招處啊嘛，可以就揾嘅鬧啊，出招處嘛。你搞嘅鬧定啊！啲男朋友呢添瓜就佢做白我啦，嗬！我為呢呢個如果默提燒啦，或者做啲開嘅呢，我為對一件事係自己哋開嗰咪去掛，因為開嗰咪去掛差嘅佢做拗呢，啲男朋友就過出嗰隻嘅冇啊，等咪冇啦，嗬！個出嗰隻嘅冇做咩有冇企嚟到啊，嗬！我為啲下尾企嚟緊，嗰隻嘅冇啊，一個嗰隻嘅冇啊，呢啲佢做緊男朋友聊天，結果又乜慘扯嘅棒嘅。嗰啲做嘅忙到一個呢個長住硬先手條街到幾多錢？喂，啲男朋友話個冇乜用哦，把下面都你做忙嘅，等於唔一樣，就是個硬手，你嘅冇得多吧，一直加多，加勁吧就瓜吧，這個男人做嘅忙是一模一樣。喂，呢然後你就哭啲課程，呢人唔啱啦，不可能咗你奇怪啦，嗬，做好忙就868啦，然後人做嘅休嘅當時安忙，跟住下面都你佢講呢日咁佢會面頂嘅咗，這個會面開到一百幾字超恐怖，少少同你好嘅。一個呢男一仔男要呢就是等下啲空拍定位啊，拍成司機人難啊，個用乜吧，咁叮都叮嘅，都更加疏導，後面可以先梅都坐漏嘅咯。一個呢摧毀呢隻人梅呢狗。呢嘅我老講呢，就是叫病呢，就是做糖都錯嘅，人咁人嘅做糖嘅，我為咗拍成司機然後個嘅話把到啲都見有數到，是冇少甩生嘅啦嗬，呢嘅好似跟佢講，如果唔係啊，冇簡單現在叫病做成人一梅嘅，現在咩個咧就冇梅個啦嗬，我為呢隻講呢嘅個，我為呢隻吹招，唔就假梅。假梅做拗呢，就對你然後就對你一些嚟，對你些做拗呢，就準備對咗嚟咗，一男朋友呢，就上到拍落橋，這個估字落嘅人，一個呢這個，然後佢拍落橋啦，把成對啦嗬，我就點呢個咪食不啦，但是如果食梅呢，我食啲梅咯，可能是嗰啲柴不好食啦，這個把成對咗些啦，或者夾到嚟咗點乜紅嘛。螺絲紅，比較喜歡隻螺絲紅嘛，因為點螺絲紅嗰啲，如果揾下對舊些啦，螺絲紅人咁搞啦，就咁破冇啦嗬。一個呢隻點紅螺絲紅，啲男朋友就拍落橋個，一個佢拍落橋做拗呢，而且對阿些嚟啊嘛嗬，對些嚟呢一波梅子就好搞，一個你阿到波梅杯都嚟齊都齊只嘅呢，只波點辣佢一個大，如果硬只波辣氣啊，如果佢嘅一個大摸佢啲大只波辣佢個。我為呢買隻牙刷，一個呢就要刷到嚟開可能開個啥都唔會講啦，一個呢男朋友個拍到橋啊對啦，對嚟做後呢隻叫我陪好都只家到只行尾起嚟個回做咩？佢仲冇食咩啊？我陪仲嗰隻做咩啊？你又冇食到全係開啊，通一個都食冇你啲又冇食，點解我陪點搞都又冇食？個起嚟食嘅我冇，你佢又嗬，我為呢男朋友只行尾起嚟都一起嚟仲哭啲好食啦，嗰陣潮客。你唔係試嘅人哦，即冇呢嘅 lucky 嘅，就時間我比較頭，是想等定唔想等單嘅。一個呢，你企嚟齋到 cat 下就嗬，即冇諗咩一個大嘅，你齋到只叫空過空講嘅，主要呢男朋友那咩一個大嘅，咩一個大嘅呢，是齋到攞錘，冇炒嘅啥錘，只應該會靠啲噃。一陣攞啥錘，就要穿啲背椎嘅，齋到只叫空嘅呢就有這個開。有這個開啦，男朋友個做咩是不是感冒啦吓？咩佢也可以咩呢？嗬，即係冇等咗是咪解冇啦嗬，又冇了解是烏拉上面加到一個頭頂冇啦嗬。一個呢就搞到一夜個呢，而家男朋友呢就出去做扮對你嗱嗬，而家龍年啲男朋友對啲比較渣，即更多嘅等我一起對嚟，等我一起對嚟就跟你講。一個都差佢用你寫嘅，是不是用咩上面見到呢？下次咗講一個冇啊，喂，咁簡單我對你搶嚟嘅，我正解人氣嘅，佢諗住咗講嘅啦，嗰度是寫白是戇啊，是做咩嚟講字典啊？喂呢，係男朋友呢就出過嚟拍到橋啦，一個人呢都嚟佢腳就佢拆啦，你起嚟就識嗦，你就識嗦呢，而且聽到老啱呢。
就有能有些鹽啊老安啲仲氣空就香，啊些鹽貼啲好清楚，跟住感覺老安嘅大梅不易有能開又貴，我就感覺當時就是老安是有能嗰啲嘛，我就冇這意一個咩，為呢就夠現在開起來呢，你知道點做正常嘅，做實求嘅，而家男朋友是做呢負責嘅小奧更開學嘅，更認真嘅。一個你對嘢嘅你知呢，之下呢個ผู้係幫忙把嘅實求，為你男朋友就白嫌出回個一起苦，咁你自己隻嘅問題嗬，本來都嚟開也是要出個耍嘅事，一個就攞個話傻啦，或者嘅你就技能不錯，你技能不錯啊，這個能力壞之吧，為你也是佢做唔係男朋友，如果做咩？不錯啊，一男嘢嘅，冇識老一幾個人傾你冇就唔係男朋友，男朋友個噃，男朋友個男一棟樓拗定樓咗年，還是男個幾咗定傾。一時樓舊一樓就冇計人咗呢期啊，我為你出嚟調之後，呢個好奇，如果冇話不了了咩都你開或者調到，一樓咧都未氣公空就香，一時嚴重調啲好清楚，你唔講能都樓咧食，話用到確定冇能到呢期啊嘛，你男朋友個把確定冇能到呢期啊，一種存還是借我嘅難，冇借我嘅訂，根本動起停下嘅問題，我為一兩呢啲出嚟呢啲用呢個調啦，這個話真咩，其實就是所辦啲調到樓咧每一時。多啲嘅界，跟住樓下呢仲咁巧能嘅料所以麼？我就少能騎啊，但都冇騎啊，我個冇能騎啊，咁啊騎死個多，呢都跟講啦嚇。為呢而家冇理嗰啲啊，咁苦幫嘅你只幫忙不啦，我個幫忙你家妹都沒有不啦，那家妹都沒有，你一買啲油濕，就拿起來，嗰個家妹冇話顧住啊，你男朋友佢係幫忙我，一個以前對些嘅開機啊，然後那是對些嚟是開機啊，那對些嚟開機啊，呢開個暗我差不多就是6-7點咁嘅，一個就冇車，你一搖呢就當下呢就趕下嘅當我就去過嚟啊，然後他容易當我，過嚟做後呢就慢慢開，一每開車過，是個呢人呢他仲冇是每度是吧？冇是個嘅人呢個可能奇怪哦，做當嘅忙啊，後呢他俾人呢就個有弄啊，可能少啦上面勁落啲哦，都廚可能比較啦啥個，因為呢因為都嘅廚呢，都嘅難字在呢熱色。搶夾前面呢個事故，呢個是發生嘅。如果你能簡簡單單啲拿去呢個，發生咁樣有啲冇走，呢個影響都有，所以個影響就積到嚟屋企就比較多個。跟住呢，我呢朋友做啲企啊，呢個呢引起大咗勁個錢，那冇是攞到嚟個啦，一樣正嘅呢個引起咗個啦，拿作多就跟你講啦嗬，後尾呢一個個主要出嚟只係假。那出嚟就係人人呢之前美國冇使這位出來成掛出個人啦嗬，個出嚟之後呢個假，呢個有那種呢冇成掛出個人嘛嗬，一個冇的話故事勁嗬，冇的話故事勁呢舊呢只要拍定回嚟佢哋，呢舊拍定回嚟佢呢，這個喲弄啊，都差唔吧，唔呢叫咩？那個笑哦，都成日笑啦，上面都有勁咯，叫做個。介呢就是個講人呢個就是一模一樣，對二嘅呢是個都卡一個錘呢，有嘅咩嘢保護線啊，等咩記錄加速數字啊勁嗰度都嚟，跟住呢人家個都好清楚都，叫白紙一同咗成就個嘅，一出嚟就掛到，一個是冇是都咁巧都錯中有咪都嚟啊，仲有咪都嚟嘅嚟啊，有咪都嚟走啊，一個呢之下面咩掛錯個都個都當下啲咁掛都冇掛過啦，一個咪滾到嘢仲顯一顯嘅都哦。路一個就冇就衝咩數咯，一個係個就仲好嘅可能，跟住叫邊一個，路是冇是最近仲咁巧一個頭啲講啊，一個頭就叫仲好隻辣噶，好掂啊，等咩啊？如果係我為你叫邊跟一個，一個面但仲卡到個頭啲咁啊，冇隻辣冇掂是 gas 路嘅，一個係只夾個，又就做嘅劇嘅嗬，一個呢叫邊一個成把錯個啦，路滾到亦對嚟揾一bằng到起呢個。一個係把錯個主拗，就把佢呢只俾成氣啊！然後我為呢而點咩把茶對個錯打對個女潮一幣，打對個女潮一幣呢而家叫病呢啲棒嘅黐你一件數個，最個假面夾一手機，夾第手機啲日本掉啦！我為呢只假幣照碰啊嘅，佢哋啲下面冇使照個啲你望過等隻氣啊啦都在啦！我為呢一棒嘅黐你一件數睇個，跟住呢變黐你啲變出嚟就掛。我為黐你一件數睇後做拗呢出嚟呢就做病咯，細隻嘅就咁啱發時等面一個病拍就呢只好呢只冇嘅妙，而重對個做拗起一個你幾位老講黐你個做拗呢一個頭就咁出冇好隻辣嘅話，那冇個一個頭仲嗱點咁攞嘅條咗呃到個話隻辣嘅，從只見呢佢又係哦，佢哋有精神，一係故事呢就個月就了啦嗬，有精神故事為佢調教嘅嘛，拜拜。